大家好，我是科教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珍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珍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这是中文版特别版第2版的这个是它的封面。那我们今天呢，应该会是介绍到这个承诺第4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那再跟大家重新再提一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是承诺基本上呢，我们分成一个序加上5个章节。那每一个章节序讲的主要是仁波切的他的前世，就是他过去在这一世之前的24个前世。那至于章节呢，每个章节都是根据仁波切他所在的，就是他生命历程中他所在每一个不同的位置地点。就是第1章讲的是他在台湾出生和童年的阶段。那第2章呢讲的是在美国的早期。那第3章呢讲的是美国的后期。那接下来第4章呢主要讲的是印度。他当时主要在印度，仁波切在印度是出家，完成他就是在主要在寺院学习啊、闭关啊等等的。那这个第4章呢，就今天会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那之前有介绍的就是仁波切刚刚从美国到印度的时候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艰苦啊，然后慢慢的情况有好转了，然后再有一些故事是包括他怎么跟他的父亲相认，再包括还谈到关于多杰雄登禁令当时给仁波切造成的打击，这种种的。那当然这个章节呢有特别强调，就是因为在寺院里头就是仁波切我们讲到他的拉章，他当时他跟父亲就是相认之后，他跟亲生父亲相认之后，他父亲有捐款给他建了一个拉章。那他把他自己的拉章呢都贡献给自己的上师，而且在就无微不至的伺候自己的上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仁波切生命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仁波切常常把一切修行的成就有归功于就是上师的慈悲。那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金刚乘佛教的话，一个人的修行成就其实也是全靠我们对上师的一种依止心。如果说就是上师是我们一切成就的根本，所以如果说能够做到很好的一种四师精神能够做得非常非常好的话呢，那自然的就反映在我们的修行上。那仁波切在这一点呢，还是直到今天就是寺院的僧人谈起来还是赞不绝口的。那再接下去呢，我们有介绍了仁波切还介绍就是他被认证的过程，在印度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就在早期就是在美国的时候也有一些上师可能有显露出对仁波切的身份的，怎么说呢，就有一些暗示。但是真正被认证却是在印度的时候。那第一个有给这样子的提示呢，其实是他刚抵达印度的时候，1987年那时候抵达印度，后来在尼泊尔遇见冈坚仁波切的时候，那仁波切在冈坚仁波切一看到仁波切呢，第2天他立刻就认出仁波切其实就是一个转世者的身份。他要仁波切到寺院去把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他要仁波切去请求寺院为他举办一场认证的一个仪式和坐床仪式。那这是冈坚仁波切。那当然陆续的还有好一些人。那真正敲定仁波切的认证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是仁波切在印度甘丹萨基寺的上师，那是看出强巴也喜仁波切。那是在看出强巴也喜仁波切的整个安排底下呢，仁波切最后就是整个寺院的这种认证的程序啊过程都就是终于完成了。那看出强巴也喜仁波切还就完成了这些之后，看出强巴也喜仁波切还安排了仁波切接受最后的教仁波切的认证。当然过程中当然其实间中还有好一些其他的上师，那我们之前也都介绍过了。那有一些是格鲁派的，那有一些不是。
或那些都是一些怎么讲，都是一些修行成就极高的上师。那这些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内容。那此外在这个章节我们有提到仁波切对于他的慷慨精神，他在寺院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贫困，非常穷的没东西吃。那后来呢，就经济逐渐改善。那仁波切即使在最穷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仅有的食物跟动物啊，跟身边的人分享。那他稍微经济有点改善过后呢，他更加是把这样子的一种慷慨的一种助人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那很多时候就是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他总是给别人。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总是也不让，就是怎么说呢？他总是完全无顾自己的需要，总是先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最优先的位置。那这些在就是我们在从一些僧人的后来追溯的一些回忆录里面都会看到。那很多人都接受过他的恩惠，就包括他的屋顶漏雨之类的。那别人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他总是首先去帮助别人。那他自己本身呢情况更恶劣，其实他也不吭一声。那这就是仁波切永远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菩萨的一个精神。那后来还有呢，就是后来他逐渐就是经济改善过后，他就开始就进行一些大型的计划，比如说他后来也去筹款啊，就是当他被认证为仁波切过后，他完全不会浪费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就是他会利用这样子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身份，好好去善用这样子的身份去帮寺院筹款。这次目前我们在这个图上所看到的都是仁波切去筹款，就是筹款回来，就是装修过的大殿的地板。那此外呢，他还帮甘丹寺附近的村民啦，还包括甘丹萨祭寺的诊所啊、僧侣的宿舍啦，这些他都筹了不少款项来帮忙这些硬体的建设的工作。好的，这是那来到今天呢，这是最后一个部分了。那最后部分呢，我们都知道第四个章节呢是讲到仁波切在印度。那到第5章呢就会讲到仁波切在马来西亚了。那这最后一章，仁波切从就是印度过后就来到马来西亚过后，就一直长期留在马来西亚。那他至于他跟马来西亚是怎么结缘的呢？那在这里，在印度这个章节就会开始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我们之前上一节的时候有谈到，就是仁波切最初的时候，其实他刚见仁波切有曾经叫仁波切寄信的在一群马来西亚信众的跟前给一场佛法开示。那他是跟马来西亚信众结缘的一个开始。那当然不只是这样子，来到这里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他跟马来西亚的另一些缘分。那当然，我们之前有讲到，他提到仁波切的上师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就是促请仁波切到马来西亚讲课的背后的主要上师呢，是拉蒂仁波切。所以其实整件事情它并不是说一个人促成的，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各种各样的因缘、各种各样的因素的一种怎么讲？综合因素的一种影响下，才促成这样子的一种因缘。不好意思，我再翻一些好，那在这里先给大家念一念这个与马来西亚的前缘。仁波切说：“我曾遇见无数大师，他们都有慈善的心肠，也给了我数不清的宝贵教诲。其中，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是宋仁波切，他是我佛法事业的原动力。因此，我要常鼓励大家要全然的依止上师。这是仁波切对就是怎么说呢？他常常会提起的，就是常常
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在学习学佛的过程、修行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忘记上师的恩惠。那仁波切常常去以身示范，对他的弟子是常常这么说的。那现在开始进入这个部分的内容。1990年，在菩提迦耶朝圣的时候，仁波切曾偶遇一个噶举派宁玛派的年轻修行者。这个年轻人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尽管当时仁波切并不知道马来西亚位于何处，但是这位年轻人流利的英语却给仁波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他们很快就成了密友。每一天，两人一起绕行摩诃菩提寺，或者叫大觉寺，然后再各自进行禅修。每一天结束后，他们会相约吃晚餐及讨论佛法。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1个月。后来到了仁波切该返回甘丹寺的时候，在分别之际，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想向仁波切做供养，以感谢过去1个月来仁波切与他分享佛法。在得知仁波切想要一尊在印度德里的17寸高的金刚瑜伽母像之后，他便替仁波切做了相关安排，好让仁波切能拥有第一尊金刚瑜伽母像。这位年轻人的慷慨之举，从此为马来西亚这块土地跟这位殊胜的密须佛母结下不解之缘。那这里讲到就是除了刚健仁波切之外呢，那仁波切其实他在90年，就是他还没有出发前来马来西亚之前呢，他曾经是跟马来西亚还是有一些接触的。那仁波切常常在印度期间，他其实常常有有些时候会到菩提迦耶去朝圣啊，有些时候会会去尼泊尔之类的。那他有一次就是在90年期间，他到菩提迦耶朝圣的时候，他就遇到了。那菩提迦耶是一个圣地嘛，其实很多来自各国的人会到那里朝圣。那一段时间的仁波切就刚好遇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那是一个噶举派宁玛派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呢，就是当时因为都是年轻人，而且这位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他的英语十分流利，所以很自然的就跟仁波切能够沟通起来。那当时仁波切对马来西亚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是完全连马来西亚具体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的。那但是他们就因为佛法的关系呢，就大家由于没有这种语言上的障碍，所以很自然的就沟通起来了。所以每天呢就一起去绕行啊，就去绕行，就是那个大觉寺，然后就各自就进行禅修。等就是一天结束过后，他们就常常会聚在一起吃晚餐啊，讨论佛法之类的。所以这样子的缘分时间也不短，其实维持了整整1个月。那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就2个人都有一点就是怎么说，都是有点不舍得。那这一位马来西亚年轻人呢，他知道仁波切是一个圣人，是一个仁波切。那他也感谢仁波切跟他分享佛法，就这段时间分享佛法，所以他就想对仁波切做供养。那当时他不懂就要供养接什么东西，但是他有留意到，就是说知道仁波切很想要有一尊金刚瑜伽母像，所以在离开之前呢，他就立刻做好安排，就让仁波切就是供养了这尊金刚瑜伽母像给怎么说呢？给仁波切。但是接下去来跟大家讲一下，当时其实这年轻人身上上面有钱的，所以他的这一尊金刚瑜伽母像呢，他还是特别请他的母亲从马来西亚寄款项给他。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看接下去这一页。那这个就是仁波切的金刚瑜伽母像，就是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送给他的。我们俩都是年轻的修行者，也没有太多钱。那尊金刚瑜伽母像的价格是1300卢比，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太贵了。于是他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并告诉他关于我的一切。他的母亲很高兴的给了他购买佛像的钱。之后我们相约在第2天，在我离开菩提迦耶之前见面。隔天就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他对我说，我没有足够的钱供养你装藏和彩绘佛像，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随你到德里。
但我很想供养你，迎请金刚瑜伽母佛像的1300卢比，在这棵菩提树下，我观想，我将他的圣像交给了你。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当时就是这个年轻人最重要的，他其实就是很想要供养仁波切，想要供养一尊仁波切真正想要的一尊佛像。那当时其实也是很仓促，但是他当时他也没有钱的，都是年轻人，所以他立刻就打电话就告诉在马来西亚的母亲，他需要这一笔钱。那母亲呢也很爽快的，很高兴的就立刻就把这个款项寄了过来。那年轻人离开之前呢，他就跟仁波切约在菩提迦耶，就在见面，在佛陀成佛的那个菩提树下。那当时这尊佛像其实他并不是他亲自去迎请，去或者是购买，他当时只把钱交给了仁波切。那他老实的说，他其实没有时间，也没有他希望做的更多，但是没有时间，没有办法，所以就请仁波切把用这个钱去把这尊佛像请回来。那于是后来就仁波切就拿了这一个钱呢，就去迎请了这个佛像。那我们在照片中看到这个金刚瑜伽母像的它的身上的装饰等等，这些都是仁波切后来逐渐的，他凡是有一点钱的时候，就把它就去来供养金刚瑜伽母，所以他有了今天这个样子。那这个图片上面写着的是仁波切的第一尊金刚瑜伽母像，也被亲切的称作菩提迦耶金刚瑜伽母。这是来自一位感谢仁波切与他分享佛法的马来西亚青年的一份厚礼。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右边这一张。右边这张图呢是尊贵的迦杰拉提仁波切和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这两位是仁波切在甘丹萨祭寺的主要的上师。那其中就是其中那个迦杰拉蒂仁波切呢，更是促成仁波切是来马来西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这里旁边还有一段话是仁波切写的，这就是我迎请我第一尊金刚瑜伽母像的经历，这一切都要谢谢那位年轻慷慨的马来西亚男生。那这尊金刚瑜伽母像其实到现在都一直在仁波切的佛坛上，而且仁波切为了纪念感恩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缘分和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缘起吧。仁波切本身他也制作了好几个同样的金刚瑜伽母像，而且还把它称为菩提迦耶金刚瑜伽母像。后来就是让他自己本身后来他的弟子去迎请。那其实就是这个年轻人当时的他的一股热忱，他的感恩之心，他的善举，也就促成，其实也就算是种下了一个善因，让马来西亚人从此有机会跟金刚瑜伽母结缘。那仁波切后来他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他成立的佛教中心，那就是现在的佛教中心，就叫做科切拉。科切拉就是金刚瑜伽母的天堂的意思。那好，我们接下去再翻开这一章节的最后一页，出国筹资。那刚才讲到那个90年在菩提迦耶呢，那只是仁波切跟马来西亚的另一个缘分，就是他这些缘分其实是逐渐从不同时期累积起来的。那到最后为什么会真正踏足马来西亚呢？那这个故事当然是跟筹款有关系的。那我们给大家念一念。当仁波切身在甘丹寺时，经常有大批来自西藏的僧人来到印度的寺院，因为严重缺乏资金与资助，
僧侣们的住宿很快便出现短缺，很多僧人只能在外面的阳台上过夜，这让他们面临着被蛇咬以及被野生动物攻击的危险。此外，雨水带来的潮湿也让他们颇易生病。那刚才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在第4章刚开始的时候，有给大家看过仁波切刚刚抵达印度时所居住的地方，那基本上是一个牛棚。那大家也可以看到那居住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其实虽然那环境非常恶劣的，至少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住的。那但是在90、80年代或90年代，其实很多印度僧人，就是不是很多来自西藏的人就是藏人，他们就是当时来到印度，大批的来到印度。那当时僧侣的宿舍是不够的，那基本上是连牛棚也没得住，所以算是就是基本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是非常危险。他们晚上可能在外面阳台过夜，其实就怎么说呢，就可能会给蛇咬啊，可能会给动物攻击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1992年，尊贵的拉蒂仁波切，或者是当时寺院的住持看住强巴也是几仁波切，以及当时布康冈村的高僧们召集康村所有成员，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赞多仁波切也出席了会议，但在会议前却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那这就是个缘起。92年，当时突然间就是很大批的西藏僧人前往甘丹萨基寺，那僧侣宿舍不够。那在92年呢，就是甘丹萨基寺的尤其是布康冈村的这些高僧们突然间就召集了起来，举行一场大型的会议。在全体会员前面，拉蒂仁波切要求仁波切出国讲学，并筹集资金用以修建布康冈村的僧舍。仁波切颇感震惊，他拒绝了，说自己不够资格。那时他才27岁。那92年呢，我们算一算，其实仁波切1987年抵达印度，那92年他只不过待了几年的时间，而且当时呢，他只不过是一个27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其实刚刚想在寺院好好的就待下来，好好去修习他的佛法呢。这时候呢，上司却突然间要他出国去筹款。虽然仁波切觉得自己本身他很谦虚的觉得自己是不够资格的。当然，那拉蒂仁波切就问他为什么你觉得不够资格？那仁波切回答说，因为我到寺院不过4年，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拉蒂仁波切加重了语气，他说，你懂语言，你懂佛法，之前你出过国，你非常合格，你应该去。仁波切毅然反驳道，既然那样，应该是你去，因为你比我更有资格。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结果。所以当时仁波切他其实我们当然是可以理解，就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刚刚才抵达印度，而且他抵达印度4年的时间，4年多接近5年的时间，他要从零开始学习藏语藏文，他要学习寺院的就根据寺院的制度啊去学习，就是那些大论。然后他要就要照顾自己的上司，他要照顾自己的拉章，他要帮上司把上司推广出去，他要负责去找钱，种种的。那他当时就觉得自己本身还是蛮新的，就是还不够资格，他觉得自己学习可能还不够的。但是当时呢，那个拉蒂仁波切就完全不去，怎么说呢？他不接受仁波切的理由。他说没有理由，因为仁波切在他们之中，其实仁波切语言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仁波切讲的英语是非常好的。那仁波切讲你懂语言，你懂佛法，那你也出过国，其实你是最有资格的。那所以他在拉蒂仁波切的角度来看，他是最适合的。那仁波切本身却很谦虚，觉得自己不适合。所以这样子这情况呢，一直僵持不下，其实当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那最后仁波切说，倘若多杰雄登护法说他应该去的话，他就去。
仁波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多杰雄真护法肯定说他不够资格。那个时候，甘丹萨济寺有一个依止寺院官方护法金甲一及格鲁传承特别护法多杰雄等的传统，透过一名神谕进行这2位护法的降神仪式。这名神谕经寺院授权，并获得藏人领导的承认，可以进行降神仪式。那仁波切当时就是僵持不下呢，仁波切就说好，那如果说多杰雄的护法叫他去的话，说他应该去的话，或者说他有资格去的话，他就去。那他这么说，他其实是非常谦虚，他是认为他自己本身是肯定不够资格的。那他认为可能拉蒂仁波切要他去，是拉蒂仁波切太看得起他了，所以他相当有信心，多杰雄的护法是不会让他去的。因为当时如果大家有了解，我们之前有讲过，当时寺院呢，其实在西藏寺院，他们都习惯去依赖神谕，就是透过神谕接受护法的降神，然后再为一些重要的事情拿决定。那当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甘丹萨济寺的神谕专门是接受金甲一护法和多杰雄的护法的降神。所以当时仁波切也讲，距离神谕在降神的日期还有几个月，还有几个星期时间。他相信自己能够在降神仪式前说服这位拉蒂仁波切，让他改变主意。但是，然而就在第2天，仁波切却被告知神谕将在接下来几天内进行降神仪式，而这正是请示问题的最佳时机。于是，仁波切只好前去请示神谕。而令他大感惊讶的是，多杰雄等护法竟然告诉仁波切，他应该出国讲学筹资。此外，仁波切还接受了其他指示，比如应该携带那些加持物，应该给什么样的教诲等等。见过多杰雄的护法之后，仁波切回去转告拉蒂仁波切多杰雄的护法所说的一切。拉蒂仁波切禁不住对着他大笑起来。所以仁波切他当时的打算全部都都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那他原本就是他们觉得多杰雄的护法神谕降神的日期是有些相当固定的。那原本是还有几个星期的，那没想到那一段时间呢，他突然间就挪前了。几天之内就要进行降神，而且呢，那当时仁波切没办法，就要硬着头皮请示神谕，但是没想到护法竟然透过神谕告诉仁波切说，他应该这么做，他应该出国筹资，而且直接还吩咐了他应该哪一些东西，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应该给什么样的教诲等等。那既然这样子呢，仁波切就没办法，因为多杰雄的护法都这么说了，所以他就只好回去告诉拉蒂仁波切这件事情。那拉蒂仁波切听了就笑了起来。那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如果我们很熟悉的话，我们都知道，其实护法呢，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绕过上师去希望护法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那护法永远都是支持上师的。那上师觉得弟子应该做些什么东西的话，那通常护法都是绝对支持和认同的。那当时呢，护法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说，拉蒂仁波切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仁波切是应该出国的。那这种情况下，仁波切没办法，他只好绞尽脑汁思考自己应该究竟到哪一个国家讲学和筹款。后来他想起了90年自己在菩提迦耶朝圣时，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供养了他生平第一尊金刚瑜伽母像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在同一趟朝圣之旅，仁波切也遇见了一名叫坤师傅的马来西亚僧人，他们俩在各自回国后都一直保持联系。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调回，就是跟之前的故事就开始有一些关系了。那在原本只是想要出国筹资，也没有讲具体是哪个地点。那他要决定地点呢，当然就让仁波切决定地点。那仁波切想来想去，他突然就想到了这个年轻人，这是92年嘛，这2年前1990年他在菩提迦耶遇到的年轻人。那可能仁波切从这位年轻人的口中大概了解到，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沟通语言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想到这个年轻人，他想起了这个年轻人曾经供养他的金刚瑜伽母，而且当时他在菩提迦耶那一段时间，不止遇到这个年轻人，刚好机缘巧合，他也遇到另外一个
叫昆师傅的马来西亚圣人。所以仁波切在那一段普利迦耶之旅，其实他跟2个马来西亚人结缘，所以很自然仁波切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想到了马来西亚作为他的一个他来看应该前往的国家。所以因此呢，在接到拉蒂仁波切出国筹资的指示后，仁波切就决定再写信给昆师傅，询问他自己是否还可以应邀前去拜访他们。对，因为这个昆师傅当时是邀请仁波切到马来西亚的。那昆师傅立刻就回信说，他会为仁波切的到访做好一切安排，他甚至还赞助仁波切和随行助理的机票。仁波切需要做的就只是登机前往马来西亚。那所以当时他其实昆师傅一直之前他有在邀请仁波切到马来西亚弘法。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仁波切想到了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他，就联系他。那昆师傅呢，当时也就一口气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而且还把一切的安排都准备好了，仁波切只需要到机场就可以了。那所以这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那仁波切呢，就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就开始了，就展开了他前来马来西亚的第一段经历第一段故事。所以讲到这里呢，那就是我们第4章的结束了。因为在第5章呢，就开始是仁波切踏足马来西亚之后的故事。那当然他到了马来西亚之后，也并不是直接就常驻马来西亚。那第一次前往马来西亚是92年，那时候主要是为了筹资，要去建就是甘南扎基寺的僧侣宿舍。那后来他当然就是筹足了善款之后，他还是回去，就是两地跑。那我们这个会在第5章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大家看到右边这张呢，那就是第5章。第5章这张图，这是中央呢看得到这位僧人，这是仁波切。那这一张图这个背景呢，有释迦牟尼佛，还有多杰雄真护法。那这是目前的克迦拉禅修林的一个景色。那克迦禅修林呢，背后这尊多杰雄真护法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多杰雄真护法像。好，那我们接下去下一节再跟大家介绍第5章。那在结束之前呢，同样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家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三慧名称是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身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真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宣属正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宗喀巴法王正法理则集，直系障碍自身造，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属2次矣。祈愿三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世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愿三法也普及遍十方。三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情恒常住。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那下期再见。